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财政部统计，去年度全台自助餐与便当店共计有10176家，年增率达6.8%。高雄在去年便当销售额击败各都，成为全台第一。民众认为这可能是高雄的便当相对的便宜，而且老店大多是从高雄发迹。44号，44。便当店前大排长龙，每到用餐时段总是挤满购买的顾客。小小便当因为方便快速，成为许多人饮食首选。去年高雄便当店以营业数1414家，销售额49.7亿元，成为全台之冠，民众大感震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便当店是都还蛮不错吃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第一名哎。我很讶异耶，因为我觉得高雄是一个很发展的地方，可是便当我很少吃，可是怎么会是第一名？我也觉得很惊讶。据财政部另外一项统计，去年度全台自助餐与便当店共计有10176家，年增率达6.8%，销售额为315.2亿元，年增率21.7%。其中又以高雄的49.7亿元打败台中45.4%、台北40.4%、新北36.1%。我几乎每天都吃便当，那我觉得说高雄便当营业额可以是全台最高。第一个是高雄人本身就比较多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台北的便当本来就已经快可以跟高雄的，就是百货公司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快差不多价钱。因为我也蛮常去台北的，所以我觉得高雄的营业额可以蛮高的话，应该算是。第一个是高雄人版可能就便当是比较普及，然后反正价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因为有可能是什么正宗，还有一些连锁便当店都是高雄起家的，所以可能高雄人本身就比较喜欢吃便当这样子。餐饮成长也带动地方人口聚集，店家该如何选择？那餐饮业的蓬勃发展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进驻，所以它也带来了区域发展的循环。所以大概是像这些已经有发展，或者说正在发展有议题的新兴区域，是有明显的在做餐饮业上面的提升。这样，像高雄有自强夜市那一条嘛，或者是说在北高雄汉神巨蛋富国富民那附近，或者像现在新生的区域楠梓这些区域啊，那以高雄目前来讲，大概一般的那个大楼店面，或者是说透天店面一楼室内大概介于10坪到20坪左右的租金大概会是落在2万到5万之间。餐饮产业的回笼，它在租金上面的挹注其实也是有提升的。在这掌声响起的时代，各地店租也逐步喊涨。今年是否依旧能有此佳绩，各界等着看。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想看2级保育类动物领角鸮，现在不用跑到郊外，在高雄市区的鸟松湿地，领角鸮家族已经悄悄现身2个月。至今仍有许多的民众、游客，甚至是新加坡的鸟友，专程过来看它呆萌的模样。鸟松湿地的主任也呼吁民众观赏时要保持距离，轻声细语，以免干扰到领角鸮。大大的眼睛，可爱呆萌的样子，这是2级保育类动物领角鸮。想要看到它的民众不用跑到郊外山区，是自领角鸮家族现身在市区的鸟松湿地。至今已有2个月，民众经过也会多看2眼，看看今天有没有出来见客。这几只领角鸮的话，目前感觉他们应该是一组家庭，那有爸爸妈妈，然后2个小孩这样。那是在过年连假期间最后几天有人发现之后，就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我身后的这片竹林里面。它有2只，有公母，爸爸妈妈都在这里，还有2只幼鸟。目前它已经羽毛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它可能最近就会离巢了。再多久我们是还在观察。我每天都来观赏一下，像昨天就没有看到，今天它又出现了，已经出现1个多月了。这个环境应该算是不错，所以才会有这些奇怪的动物在这边出现。领角鸮是夜行性鸟类，夜晚出去觅食，白天回来睡觉。尽管白天看到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闭着眼睛，也不见游客专程过来，就是为看它毛茸茸的呆萌样子。更有新加坡鸟友专程到鸟松湿地，就为一睹它的风采。
而鸟松湿地主任为让林角鸮白天好好补眠，也在步道上围上警戒线，希望游客观赏保持距离，轻声细语。有听一些这些爱好者说，这边有3只猫头鹰。那么对我来讲，这个猫头鹰对我来讲很幸运，我来到可以拍，也不会说我空手回家，就是这样。有看到超级可爱的。天天会来看吗？常常，我也是常常来看。所以2位都常来鸟松湿地这边吗？因为我是这里的志工。我也是。对。所以我们当志工也可以来欣赏那个林角鸮。当然。所以来鸟松湿地当志工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亲近大自然，然后学习很多大自然的知识。会啊，慢慢长大，然后它每天都会变换位置，让你有新鲜的感觉，让你去寻找。对啊，每天位置都不一样哦。林角鸮的话，目前是属于2级保育类动物。那来这边的话，因为它白天是在休息，所以观赏它或者是拍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要注意音量不要太大声，就是包括讲话或者是人为制造的声音，像是拍手或者是敲打那个护栏之类的，就尽量避免。因为希望游客来这边欣赏它、观察它，要静静的、安静的，不要说去破坏它的生态啦，破坏它的环境，要不然以后它就不会来这边筑巢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欣赏到它的美。鸟松湿地在高雄鸟会认养维护下，近年来生态丰富，加上气温回暖，植物绿意盎然，昆虫鸟类纷纷现踪迹，也成为高雄民众假日休闲观赏生态的好去处。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小港机场的新航厦建设工程目前正积极进行中。然而，2032年新航厦才能启用的目标实在是太久了，因此民间团体对于工程进度表达关切，并呼吁相关单位确保工程能按时如实完成。除了满足民众的出游需求外，也要借此提升高雄的国际形象。小港机场新航厦工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然而2032年新航厦才能启用，实在是有一点久。除了去年11月，行政院长卓荣泰曾经到高雄国际机场视察，要求要如期完成第1期建设计划之外，关心进度的民间团体也表达关切，并呼吁相关单位确保工程能按时如实完成。新航厦的改建要维持现有航厦的持续营运，所以它会分成2个阶段。那在第1阶段，它大概就是把航厦先盖一半以后，再把现有的航厦拆除，再开始做第2阶段的工程。那所以到2027年才会看到说实质进入航厦本体的工程。那限定的计划是到2032年第1期的工程才会完工。所以现在大家还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进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2018年高雄铁路地下化通车第1期的时候，那个新车站的样子其实就出来了，那个感觉就有。但是它其实就是一部分而已，它没有整个完成。所以它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小港机场新航厦工程除了要满足民众出行的需求之外，也能借此提升高雄的国际形象。不仅政府和民间团体关注，在地民众也期盼能够早日完成建设。我们的那个机场大家都是在讲得绘声绘影嘛。那我们希望也是说，赶快把一个雏形跟里面所要做的东西，赶快呈现给我们大众，也可以呈现在小港居民，去迎接一个新的坐标跟指标，让大家人很期待去看。我希望它能够尽快的把室内外都完善好，让我们出入境更方便捷运也可以室内化，这样子让我们就是交通更便利一些。然后外观的话，就是尽快的完成，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机场。根据高雄市政府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的计划，小港机场新航厦将是提升机场运能和服务品质的重要设施。预计在第1期完成后，将大幅改善旅客的候机体验，吸引更多国际航班进驻，提升高雄交通便利性和经济活力。它结合了整个转运站，包含说像客运跟捷运转运站的功能，所以在整个转乘上面会变得更加的直觉。整个像小港机场的土地，甚至是航厦本身，因为它有很大的这个挑空空间，而且它也结合捷运站的转乘部分，所以它要转做像展览用途会展用途这些，其实是可以重新考虑的。对，那你说虽然是过渡功能，但是这个过渡期其实也长达20到30年不等。那我们也很难预估说台湾的工程到底多久会完成，所以去做这样的投资建设，让高雄在
至少我们这个世代面临国际的新门户可以诞生，我觉得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存在。新航厦除了必须维持机场营运办施工外，主体要等 A 滑行道北移统包工程，2027年到2028年完成后才能动工。此外，东侧立体停车场和管线迁移工程也要同时进行。尽管先前民航局在立院答询中承诺第一期工程有望提早到2030年完工，但民间团体也希望能够确保进展，呼吁更多人一起来关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苓雅区中正一路与国道1号南下交流道口肇事率为高雄市第2，用路民众苦不堪言。为此，交通局设计了4项的计划，希望能改善用路的安全，预计最快明年就能完工。苓雅区中正一路与国道1号南下交流道口位居高雄市第2易肇事路口，车流量巨大，民众过马路险象环生，用路安全受到严重考验。平常稍微的就是车多嘛，它因为这边是上下班的一个重要的交流道，自然而然会觉得稍微有点危险。我觉得非常危险。怎么说？因为这边其实交通要塞啊，因为在下班车潮的话，其实光是那边的回转道路跟对向车道，就有时候就会嘎在一起，不是很顺畅，直线的跟弯的常常会抢那个路线。虽然有交通号志进行控管，但车流依旧互相交错，形成许多安全隐患。民众也提出几点建议：大家会有很长的话塞在那个要上那个高速公路的左转道嘛。那如果他们能够对这个部分做调整的话，我觉得是 OK，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政策。可能交通号志还可以再改善，譬如说像这个路口再转过来的话，其实它就没有一个导引的交通号志去做改善，可能说这边有可能会跟那边的来车有可能会碰撞。很多规划上面我看到是蛮进步的，那这个路口是我很期待的，它重新规划，因为它下高速公路的路线很短，就右转来直行，然后又有一些红绿灯的问题，在开车跟大型的交通大型的车辆来讲是相当的需要一点规划。民众的心声，交通局听到了。为了改善路口设计缺陷，交通局规划4点改善措施：一是用具颜色的特殊标线，让驾驶人能够直接掌握行车动线；二是增加汇入车道长度，让民众能更清楚地看到来车动向；三是调整路口设计，增加潮化岛，减少民众与车流之间的冲突；四为调整号志进行分流，让危险降到最低。我们的目标大概明年完成，因为如果7月国土署受理申请之后，它要有审核程序，然后另外工程那个经费到位之后，还有我们工程单位的招标程序哈，所以我们预计的工程大概是明年可以完成。因为这边是我们大概1小时的尖峰小时的交通量大概都3000多 PCU 好，所以我们针对这里的交围应该会用分阶段的方式来做处理。服务水准经过那个车流的模拟，我们有专业的车流模拟的结果的话，会从现况的1级到低级，1就是会改善一个层级到低级。交通局未来也将进一步邀请相关学者优化设计，并开放民众到交通局脸书发表意见，希望能凝聚各方共识，打造安全用路环境。记者陈玉轩高雄报道。高雄凤山区有一间人气牛肉面馆，提供牛肉面、牛肉饭、水饺、卤味等餐点，是不少在地人用餐的好选择。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里竟能吃到50元的牛肉面。波浪宽面有肉有菜，用料不缩水，因为价格亲民，口味实在，每天开门都是人潮不断。当物价不断攀升，要找到物美价廉的铜板美食越来越难了。在高雄凤山区却有一间面店，主打50元的牛肉面，不仅面量十足，汤头鲜甜，还有4到5块的牛肉，让吃到的民众都惊喜连连。足啦，较平民化啦，8月牛肉拢起价啦，但是无起价。哦，我想迄个下山边啊，迄个拢足贵的啦。正常来说，牛肉面都应该要100多块。对啊，这边的还就是价位都没有调。一个便当120块，才吃一碗面50块。人来讲50块，我唔相信，别个拢120啊。管监对面遐遐拢150。50块而已，所以叫2碗应该
差不多那个价钱。仔细看牛肉面的肉块香软不柴，搭配吸满汤汁的刀削宽面，带来无可比拟的享受。50元铜板价的高 CP 值，也让这一碗牛肉面成为当地民众的最爱。牛肉面50块有面，然后还有肉，还不错啊。料蛮实在的，价格也优实惠，料好又实在。价格很亲民又廉价，真的不错，而且牛肉又多又大块。袂歹啊，口味袂歹，好食啊！店家还提供多种面食、汤品、饭类和冷盘小菜，价格也都是铜板价。如果想要面量加倍，只要加10元，而且还可以选择宽和细的2种面条，满足不同口味需求。第一代的老板早期到大陆经商，退休之后决定回到台湾，选择开面馆，让子女能够继承。至于为什么会卖得这么便宜，也是本着回到故乡、回归地方的一点心意。就是现在景气不好，想说给大家一个方便吃得饱又好吃的选项可以选择。牛肉、馄饨、水饺都是自己亲手下去做，自己下去做，省一些成本就可以回馈给民众。从我国中到现在都没有涨价，不知道要怎么涨，就还能做就继续做。虽然一碗只要50元，但是有肉有菜，实在是诚意满满。外面选宽面还要加价，这里50元任你搭配，50元还有5块肉，这样亲民的价格真的是佛心啊！对民众而言，这家面馆绝对是荷包紧绷时最佳的美食选择，让你用平价就能享受到饱足又美味的牛肉面。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南市安南区最热闹的安中商圈，有一间由年轻的夫妻共同创业的餐厅。庭园乡村的风格，让客人可以轻松的用餐，而且推出的简餐也极具特色。除了加入汉方的养生概念，也顺应高龄化，推出专为长辈设计的餐点。来到安南区最热闹的商圈，远望这间拥有法式庭园风格的餐厅，就令人心旷神怡。走进屋内，搭配乡村复古风，更是一股放松的氛围。在地经营10年的餐厅，在因缘际会下，由林义成、郭立安这对夫妻接手，也就是第4代中药商和主厨的结合，运用在简餐，像这道药膳麻辣火锅，就是强调汉方中药材入菜的养生概念。加上12两的鲈鱼整尾直接上桌，感受诚意十足，也让区长亲自推荐。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所以说呢，把我中药的专长跟我太太的餐饮的专业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在我的顾客朋友享受美食的之余，还可以兼顾到说他们的健康。我们时常会去看到它的食材里面会充分的运用相关的中药哈。那我们在享用当中呢，就可以同时让我们的相关的身体能够获得相关的调理整个景观看出去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农庄的感觉，那可以令人心旷神怡，相当悠闲的用餐。区长特别推荐，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享用。另外，餐厅顺应高龄化，希望长辈外出用餐可以有容易咀嚼吞咽的料理，所以他们也配合卫生局朝向银发友善餐厅来设计餐点，相当贴心，适合银发族的口味的所以加适合全家人来吃啦，带长辈过来吃啦，其实很好吃啊。菜色好食啦，我食会下啦。哎呦，汤到这个我拢嚼了。是我们就是跟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有合作，然后推出这个银发餐，就是就是用牙龈就可以很好的咀嚼，就可以吃，然后不用怕会噎到，还是咬不动。对，那小朋友也可以吃这样子。夫妻3年前接手经营后，虽然遭逢疫情，餐厅禁止内用，不过现在已经苦尽甘来。特别看他们用大女儿所画的 Smile 来当作餐厅的 logo， 就令人感受温馨幸福的用餐体验。我希望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待每位顾客的时候，就是说用一个微笑的心情，然后让客人来这边享用餐点的美味的之余，然后可以带个一个愉悦的心情离开。
年轻夫妻共同创业，还得兼顾幼儿，虽然辛苦，不过推陈出新的菜色和营造的幸福感，加上不断累积的好评价，正一步一步到吃甘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基隆中正路上有间蔬食馆重新开业，推出多款养生茶饮与创新的素食料理。店主王雅静特别研发3C茶、3通茶和5通元气汤等特色的产品，针对现代人使用3C 产品过度，需要保护眼睛的需求，同时也顺应春季养肝的好时机。这是3C 茶，针对现代人使用3C 产品过度，需要保护眼睛的需求，老板王雅静特别研发，采用金银花、菊花、山楂、黄芪和枸杞等天然中药材熬制而成。这个都是顾眼睛的。那你看肝要是好的话，肝气不要说肝火太旺，那肝气好的话，你的眼睛就会好，就比较可以减缓那个白内障哦，那你就比较不会说你的那个眼睛度数又一直加深。除了茶饮，还融入创意料理哦，加入姜黄面及各式蔬菜，3C 面热腾腾出炉。你可以吃得饱，然后呢又可以顾眼睛，就是又可以降肝火，所以要推出一个药膳的一个3C 面。3C 面的味道它的那个面很 Q， 那个口感很好，那个味道跟一般的中药的味道又不一样，那个味道又像那个我们一般家庭在煮的菜的汤头一样，很好吃的那个味道，都没有味素的那个掺杂在里面的，让顾客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能养眼、降肝火。另外还有3通茶和5通元气汤。3通茶含有黄芪、丹参和山楂，要有气通、血通跟水通。那这样子呢，人身体就能新陈代谢就非常好。5通元气汤在3通基础上加入葛根和川穹，打造能照顾五脏六腑的养生汤品。这是默克的5通元气汤，然后喝起来就是口感很温顺，然后喝起来很暖和，那元气满满。就像今天12度，我还是只穿短袖。蔬食的特色菜品还包括了用蔬食发酵的臭豆腐，搭配咖喱、菊花、高丽菜，创造出独特风味。很棒，跟外面的不一样。它的臭豆腐特别绵软。我跟这个王老师已经是老朋友，之前他修了2年，我现在这次又回来吃。最近我常常来买那个臭豆腐吃了蛮喜欢的。昨天有买1碗回去给他吃，他吃了够鹅肉啦。他从来不吃素的啦。以舒适推广蔬食为理念，打造可以吃饱又可以养生的健康饮食文化，吸引越来越多注重身体健康的消费者前往品尝。业者不忘回馈乡里，店内的代用便当照顾邻里需要帮助的民众，希望以元气蔬食将爱与健康的理念传递出去。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接着要带观众来到隐身在桃园南门市场的老字号的肉圆店，店里的招牌肉圆、肉羹都是纯手工制作，肉圆搭配的酱料也是老板亲自研发的独门口味。中午前基本上就会被抢购一空，是地方相当热门的美食。现包现炸的 Q 弹肉圆，搭配老板每天纯手工制作的肉羹汤，每天都吸引许多饕客上门。这间隐身在桃园南门市场的20年老字号肉圆店，从早上开始就在排队，大概11点左右骂完就会被扫购一空，是在地民众跟里长都力推的美食。那个骂完就是很好吃，就是里面有包蛋黄，还有一些四神汤。还有一个贡丸，他们都自己做，所以到现在很多人潮都来这边吃也是因为又 Q 嘛，所以到现在里面市场里面这一家也是很好的一级棒的美食，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那个市场来吃一下这个台中肉丸。常常几乎1个礼拜来吃2、3次。为什么？它在哪里吸引你？它的肉圆还有那个四神汤面都很好吃。
哎，你觉得它的霸王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怎么办？我就觉得很好吃，我有吃过别人的，没那么好吃。老板娘表示，店里头的招牌有肉圆、肉羹，都是纯手工制作，肉圆搭配的酱料也是老板亲自研发的独门口味。另外，店里头使用的辣椒酱也是老板娘自己亲手做的，香辣不死咸，喜欢吃辣的人一定要试试。我的霸王是有包鸟蛋，有一颗鸟蛋，还有笋丁、瘦肉。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多一颗鸟蛋。那酱料的话，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老板自己制作的。所以口味上偏甜偏咸，还是跟一般人偏甜嘿，比较甜。对。由于肉圆都是每天新鲜手工制作，因此是限量供应，每天大概就包200到400颗左右。平日还好，可能中午还买得到。不过一到假日，基本上11点前就会完售。想吃美食，可得早点来。我们家肉羹卖得超好的。然后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老板手工制作的，每天纯手工。对，每天都会做肉跟肉嘿，也没，因为我们肉羹可以煮很多嘿，卖完才是限量的。对，因为那是纯手工的，所以量卖完的话就没了。这间位在南门市场内的老字号肉圆店，不仅手工肉圆、肉羹是招牌，干面跟四神汤也是老饕的必点品项。四神汤几乎大半碗都是料，干面的调味配上自制辣椒也是一绝。喜欢传统小吃的民众想品尝，可得趁早，以免来晚了就买不到了。记者赖伟一头报道。台北市第一座区域型的购物中心南港拉拉铺正式开幕，汇集将近300个品牌专柜餐厅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南港拉拉铺开幕是台北市招商引资的重要里程碑，让南港从传统工业区的黑箱转型成商业金融科技重镇的潮城。请剪彩招商，美景shopping mall拉拉铺南港正式开幕。在三井不动产社长植田俊、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台北市长蒋万安、经济部次长姜文若、立法委员李彦秀、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等人共同剪彩下，台北市第一座区域型购物中心南港拉拉铺正式开幕。除了汇聚日本、台湾与国际品牌外，还特别引入儿童职业体验营、电影院及多功能大厅，一再满足所有客群的需求。本设施以 The Gate to Diversity 为概念，提供一个能让拥有多元价值观的各界人士共同生活以及交流的场域。除了众多的日本品牌，也包含了首次进驻台湾、首次进驻台北的店家，还有日式料理在地特色的美食餐饮店、日系超市之外，我们还引进了首度进军台湾的 Kidzania， 也就是儿童职业的体验营。Kidzania 跟电影院等等的大型娱乐设施占我们总营业的面积的20%左右，打造了能够满足各个年龄层消费者综合需求的时间消费型商业设施。此外，我们与台湾人寿合作，共同营运一个多功能的大厅。这个大厅可以用来举办音乐会、来观赏运动赛事等等的活动，借此提供其他场所所无法比拟的丰富体验价值。经济部次长姜文若表示，南港拉拉铺有便利的交通与商务优势，未来将在北部商业廊带中扮演关键角色，提供国际商务人士顶级消费服务，让世界走进台湾。未来我们会有300多个品牌进驻到这样的购物中心，所以国人们不用再到海外去采购，直接的就可以就近的消费，而且我们的购物中心临近高铁共构的设施，交通非常的便利，旁边呢也有这个南港展览馆，还有南软园区等重要的商务活动中心。我想这个购物中心呢，它在串联北部的商业廊带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南港拉拉铺开幕是台北市招商引资的重要里程碑，北市府各局处密切合作，让这项重大建设能够顺利推动。重要的是确保拉拉铺为市民打造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提供国际级的服务体验。蒋万安也提到，南港地区已经从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兼具商业、金融、科技发展的重镇，从过去的黑箱蜕变成今天的潮城。接下来3到5年，还会有更多民间重大建设陆续落成，南港的发展将无可限量。南港
可以说是从今天拉拉破开幕以后，我可以跟大家正式宣布，从过去的黑箱已经成为今天的潮城，非常潮的城区。所以刚刚许淑波董事长跟我说，这边的发展各项民间的建设，在接下来3到5年陆续都会发生，也可以说是蛋黄区。所以南港的发展无可限量。对外界关心的交通问题，蒋万安强调，市政府早已经成立府级专业小组，全面督导南港地区的交通规划与改善。他特别感谢当地市议员的大力协助，以及立法委员李彦秀的积极沟通协调。在这边，我要谢谢包括我们台北市议会今天与会的，包括阙梅沙议员、李明贤议员、王孝维议员等的协助。当然，我也要非常感谢在中央李彦秀委员大力的协助、沟通协调，同时他非常关注，包括我们从南港连通道以及中山高、东湖交流道车流的模拟，他也关心在地住户，包括接下来开幕以后商场的灯光测试，可能的光害对于住户的困扰要降低，以及排风机可能的噪音污染的排除。所以非常谢谢林彦秀委员大力的协助。蒋万安表示，南港拉拉破临近文湖线及板南线捷运站，交通便利，他自己一定会带着全家人一起搭捷运来逛一逛，也呼吁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我一定会带我的3宝前来，因为我的3宝现在2岁，开始跑得很快。最近我跟我太太还在烦恼要带他们去哪里玩，拉拉破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不仅会来，我跟我太太跟3个孩子一定会搭捷运来。台湾人寿董事长许淑伯表示，这个案子总投资金额达400亿元，涵盖3栋大楼，目前出租率已经达80%，创造8600个就业机会。为了鼓励消费者搭乘大众运输前来，南港拉拉破方面也推出多项奖励措施。3月20号到4月23号期间，持悠游卡搭乘大众运输前来，即可凭当日发票与会员 App 兑换100元商品折价券及超值优惠券。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6000元，可享免费宅配到府1次。至于外界最为关心的停车收费部分，汽车平日每小时60元，假日则是每小时80元；机车平日及假日都是每小时10元。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市政府严选伴手礼再创佳绩，3期1号咖啡店推出的宇都上河图绿挂咖啡礼盒，去年荣获 K-Star 基隆之星首奖，今年更进一步获得国际设计界最高荣誉之一 IF 设计奖。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到3期1号咖啡店拍片，为他们祝贺，也行销打气。3, 2, 1, OK, 3。这是去年市府首度举办 K-Star 基隆之星甄选活动，以创新与多元的方式来推广基隆在地优质伴手礼。而最近传来好消息，3期1号咖啡店推出的宇都上河图绿挂咖啡礼盒，不但在去年荣获 K-Star 基隆之星首奖，今年更进一步获得国际设计界最高荣誉之一 IF 设计奖。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到3期1号咖啡店拍片，为他们祝贺，也行销打气。果然是越在地越国际。这个就是得到我们这个IF 设计大奖。那你知道这个，我这样也是一个我的感受啦，就我们基隆的伴手礼都很好吃，可是你知道那个包装是100年不变啊。那你100年不变，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迎合我们世界各国的游客，或者是海内外各地的老饕？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透过设计来做更多的强化那我觉得3期1号愿意做这样的突破，而且真正拿到了这个设计大奖 ，IF 设计大奖，我真的觉得让我们基隆非常的开心。3期1号咖啡店创办人与负责人表示，宇都上河图绿挂咖啡礼盒的灵感来自中国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希望让收礼者感受到基隆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底蕴。就是谢谢市长
亲自到我们店里面，然后特别介绍我们店里的东西，还有宇都上河图，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返乡的青年就是从外地回来工作创业，所以不管是资源或者是这样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那市长亲自来一趟，让我觉得，我们辛苦这么久，是有人可以支持我们，然后鼓励我们的。那也可以想说鼓励，也有其他就是回来创业年轻人我们可以一起加油。IF 大奖得到了以后，我们未来在推广上，我们一定要跟它来结合，把我们基隆的意象跟我们的文化的传统，跟他们咖啡的美味，还有当然它的最好吃的这个新鲜水果的千层派的这样的甜点，好好推广给海内外的喜欢吃甜点跟咖啡的朋友们。而且他们的千层派，不论是草莓的或新鲜水果的，都非常好吃。我常常都跟我台北的朋友说，假如我只有1块蛋糕的容量要吃千层派，我不会去吃 Lady N， 我一定来吃3期1号的新鲜水果的千层派，真的非常棒，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的蛋皮就是煎得非常非常的薄，它可以透光，所以就是咬下去跟酱还有水果结合起来，蛋皮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我们的酱也都是用100%的动物性的鲜奶油去做的，所以吃到身体里面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有那种反式脂肪的负担，它比较健康。对，而且乳香味也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都是进口的鲜奶油去做的，还有我们都是用新鲜的水果。对啊，重点，它是专门为基隆人设计的 CP 值体积。为什么是专为基隆人设计？因为我们1颗草莓千层就放了1斤的草莓。1颗千层就放进去，就等于1颗有600多公克的草莓在里面，所以我们切出来，你不管怎么切，都一定会看得到草莓的切面，就像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所以第一个看起来视觉就很加分，然后又有那个酱，这个酱是我们自己去调的，是专门淋在蛋糕上面的，这个是别家蛋糕比较少在做这种事情的。对，所以就增加2个层次。3期1号的千层蛋糕有好多种类，我今天特别吃的是现在季节的草莓的千层，让我感觉到浓郁，然后里面的这个气氛非常的舒适，让我吃了以后如在云端那蛋糕让我觉得胃口大开，我非常喜欢这边的千层派蛋糕。透过政府跟民间携手努力，也希望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来创业。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025年全台首场彩虹游行在台南登场，以八仙过海为主题，采庙会游行的方式，请妈祖神尊坐上一格车，配合北管乐团，相当的热闹，吸引不少同志朋友和伴侣一起牵手参与。台南彩虹游行今年迈入第8届，不少民团政党都来响应，加上圈内朋友，现场有2万人参加。今年主题是八仙过海，不少人都创意打扮，有人直接披上八仙彩，还有人 cosplay 成黑面妈祖、千里眼和顺风耳，非常养眼。游行是以庙会为主题的，所以扮神明刚刚好。这届可说是充满众神之都的特色，以庙会形式游行，开来一台一格车，让6名小朋友和网红夫妇知道扮成八仙坐上去，沿路发送小礼物。特别的是，车上竟然有温陵庙的妈祖坐镇，打破宗教的刻板印象。那我们有跟妈祖请示妈祖对这个事情他也是蛮持比较客观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大家对两性的看法，能够把这个艺术文化跟这个台南彩虹游行做一个结合呢，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一个创举。而且我们2人其实在我们的频道夫妇之道里面，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参与北港的艺格。怎么样让这个游行真的有一种台南快靠台南快，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一个点，所以就会想要在我们生活中占很重要的民俗的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板的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接触到的元素一起融入进来，让台南彩虹游行真的是一个有贴近在地生活的一个活动。广场舞台也由风神宝宝儿童剧团带来演出，让大小朋友把性平议题扎根。
台南彩虹联盟认为，现在虽然达到婚姻平权的目标，但仍有尚未被平等对待的地方。希望同志社群能像八仙一样大显神通，让社会落实多元性别。记者宋怀谈的报道。桃园城市创意中心在中原文创园区举办年度成果特展，美学体验设计有感，呈现活动执行的成效，也为2026年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做准备。展期从即日起到4月27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设计有感，桃园城市创意设计中心。翻开书页，一张张1年来创新美学计划跳出，宣告特展正式开幕。桃园城市创意中心21号在中原文创园区举办年度成果特展，美学体验设计有感，呈现包含公部门美学辅导、艺术进入社区、旧城再生计划等活动执行成效。当天，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也特地到场参访，还现场小露一手，留下绘画祝福，希望城创中心能如庙宇般香火鼎盛，也欢迎各位市民好朋友前来欣赏了解。我们成立城创中心哈，那把桃园的设计能量结合在地的社区的资源，希望说由像草根式的哈，由下而上萌出美的角落，在桃园的每个地区哈。那1年来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各地越来越多在地的认同，结合在地的历史文化生态的脉络，有更多设计的亮点在桃园，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展出来。那展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说能够得到更多的共鸣，能够未来有更多的社区、更多的在地力量，也有更多设计团队能够参与桃园提升设计竞争力的故事。其中，桃园城市创意中心特别推动了艺术进入社区计划，让设计美学不只局限在展间，而是能实地落实到城市各角落。曾参与的社区和艺术家们也分享艺术共创的感想，肯定政府用心发扬在地特色。因为它本身是1至4号的皮糖，我把它改成1至4号有意思的皮糖，所以能够让大家更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皮糖的一个美学也配合到我们今天这个美学的成果展能够来在这里共同的来参与。我们最主要的生态都是我们透过那个现有的，这是1至4号皮糖的一个现有的树木因为我们的城乡，我们那个树木有非常的多，有很多种类的树木。我们有做那个树木的一个移植的部分，也有做一个那个手胚的部分。那手胚的部分我们加工彩色之后就非常的漂亮呈现在给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了解到，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就是那么美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开发的。其实我们做的是2块，一个是叫做央棒编织涂鸦，用竹木方格把建筑物给包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刺绣、十字绣的方式去呈现当地的那个仙草原的花朵的方向这样子。培训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们是完全不会编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培训课就花了9堂课的时间，让他们从不会到会，然后到开始可以制作。然后我们也让他引导他们对于说他们觉得社区里面有的颜色元素去融入到这个整个织片里面。这样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大家都很热情。其实一群女生聚在一起就会很热闹，她们甚至会常常拿她们自己做的腌菜或者什么，然后老师给你吃，所以我就被提着大包小包带回家，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妇女共创一个很有温度的感觉。展览展期从即日起到4月27号，市府期盼透过展览激荡出更多巧思，也让更多市民朋友能品味桃园这座城市美学。记者听他报道。台湾美式重型机车推广协会庆祝成立20周年，特举办全台美式重机大型车友聚会，来自全台约1500辆大型重机齐聚安南区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场面非常壮观。由 CRC 美式重型机车推广协会举办，为庆祝成立20周年，特别举办全台美式重机大会师活动。来自全国 CRC 总共20个分会与车队，分别骑乘包括哈雷、印第安、BMW 等知名品牌的美式风格重机，一同在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聚集，场面盛大。
台湾美式重型机车成立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那我们利用20周年呢这个日子呢，我们就是把全省呢喜欢美式重型机车的一些骑士呢全部聚集在这里。那我们就是一直秉持的就是不飙车然后骑帅不骑快那今天呢，我们在事前也经过那个我们的圣母庙的妈祖娘娘的同意他跟他借用这个广场来举行盛大来举办我们的20周年的那个一个联欢晚会。强调骑帅不骑快的美式重机协会，事前经过圣母庙妈祖同意借用场地，现场包括庙方人员、民意代表立委陈亭妃与前议长郭信良都前来表示欢迎。在聚集以后，一行人也进入庙内参拜，祈求活动顺利，车友平安。会后还有大合照以及车队绕土城游行活动，沿路展现哈雷重型机车的独特风采与文化魅力。记者林英庚台南报道。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双品牌文创新品发表会，向外界介绍结合台湾学珍贵馆藏旧集，以及和台湾知名绘本的作家合作开发的绘本生活用品。馆长曹翠兰表示，期盼借由文创商品，让阅读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国立台湾图书馆上周在文创品展示区举办台图文创台湾绘本创生双品牌文创新品发表会，向外界介绍与台湾知名绘本作家合作开发绘本生活用品，希望让阅读兴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台图馆长曹翠英表示，馆内多年来致力将丰富数位典藏资源转化为兼具文化深度与实用价值的创意商品，并透过文创产业合作，开发系列具台湾文化特色生活小物，将阅读的趣味延伸至大众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一次的文创大概有几个用意。第一个是开架我们的特色馆藏，把台湾学的元素抓出来，包括山海、平、城、园。所以我们曾经透过112年的时候展览是山，下半年是海。加上去年台湾人物，所以就是城跟园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元素。第二个，我们要营造温馨家的感觉，所以把绘本作家的所有的融入，包括你看到的这些我们公园里头的迷宫，包括我们的这些便当袋，包括我们的围裙就有那营造家的感觉，餐桌上的气息。那我们是想带动的是透过我们的馆藏，透过我们对家庭的营造，让大家鼓励阅读，也让大家愿意出来走走，来图书馆逛逛，顺便看看我们的公园。所以真正目的是希望让大众都能阅读。活动现场除了展示这次与台湾年轻设计师合作的创意文创商品外，今年适逢文创展示橱窗全新改装，馆方也特别推出2款融合馆藏文化元素的新品：台湾地理小碟子、山海园城及台图窗花茶礼盒，以台湾经典建筑、地理风貌与100年历史符码为设计灵感，展现文化底蕴与现代美感，为读者带来别具意义的生活美学体验。国台图馆长曹翠英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上官网或到1楼服务台询问，期盼大家愿意走进图书馆，一起支持这些台湾优质的原创商品。民众如果有兴趣对我们的文创品有兴趣购买的话，一方面我们1楼的阅览室的柜台可以处理，二方面我们网络上也有，所以各种的款式都在网络上可以购买。国立台湾图书馆表示，借由这次文创新品发表，希望让民众深刻感受到阅读及生活日日享美好理念，并将书香气息与台湾文创融入大众生活中，让知识与想象力在生活中流转涌现。相关文创新品即日起在国台图、台图文创实体及线上通路展售，欢迎大家一起来品赏与收藏，支援台湾原创，期盼能为生活增添更多的温度与美感。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1年1度的台北玫瑰展，除了有5000株以上、超过800个品种的各式玫瑰外，还有婚纱展演，并邀请中山区结婚超过57年的金婚夫妻到场接受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等人的祝福。李四川透露，自己与太太4月将迎来结婚满40年的红宝石婚，也欢迎国人一起来台北玫瑰园，感受花团锦簇的浪漫氛围。
在2017年呢，增建了花海区。在穿着婚纱的稻江户家学生迎接下，82岁的吴文庆与81岁的吴蔡富美彼此携手走入秘密花园。这是台北玫瑰展主题活动，除了稻江户家学生穿着以玫瑰为主角的婚纱走秀外，主办单位公园处方面更邀请结婚超过57年的金婚夫妻盛装登场，由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献上祝福。庙宇入住的李四川也透露，4月6号将迎来结婚满40周年，再10年就可以拼到金婚。这个透露我不知道回去会不会被老婆骂哈，因为我4月6号大概就40年的这个结婚。那刚才我也讲过，这个看了那么美的我们的同学穿的婚纱，我想说应该可以再结婚一次，但是不能换人，所以这个我昨天看了一看。我以为40年叫做银婚，但不是，25年叫银婚，这个40年是红宝石婚，所以在10年，我就刚才跟我们这个吴老先生，大概就变成金婚，但是他57年了，就要拼钻石婚，那我也鼓励他最好到70年，那就头婚，那所以说实在。反正就祝福所有有情人做成见识，而且能够幸福美满。今年台北玫瑰园展出5000株以上、超过800个品种的各式玫瑰，现场美不胜收。其中这一座宫门上来自英国的西隆乔治亚玫瑰最为特殊，因为它栽种3年来，今年首次开花，因此吸引了不少民众抢着合照，连副市长李四川也频频用手机拍照。这次台北玫瑰展就是有收藏了大概800个品种的玫瑰花，以及5000株左右的玫瑰。那就是我们园区内就是还蛮多玫瑰花的，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玫瑰花，像是戏弄乔治亚是在玉种家花园的拱门那一边，那还有就是大家常常询问的绿色的玫瑰米多利公主，则是在五彩区。我们后面那个拱门就是在我们玉种家花园区的戏弄乔治亚，那戏弄乔治亚就是在今年就是大盛开。那在我们同仁刚接手的，就是3年前的时候，其实是植栽还蛮衰弱，然后在同仁细心照顾了3年之后，就是在今年就是大盛开，然后目前已经开了两三个礼拜了，就是现在还是在盛开中，然后欢迎大家来赏花。今年的花比去年说实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种的这个花，因为今年的温度比较低，那原则上以前大概像现在刚才我们的同仁也告诉我，这一个大概在欧洲的那个部分都是比较低温的，那今年因为温度也比较低，所以今年它真的开花，去年大概就没有，所以每年来这里的这个花，当然有的会开得很好，那有的今年没开，也许明年它开，所以我们欢迎这一个所有的民众每年都可以，尤其这一个是1年4季都是开放的，所以每年每个时间来，大概都有花可以来看。赏花心情会愉快，很愉快。现在那讲哎，我们年纪大了哦，就出来走走、赏赏花，然后就会很快乐。希望就每天都能是这么快乐的过日子。双北市庄运吉祥物壮宝也到场，为5月17号登场的双北市庄运宣传。公园处方面表示，整个玫瑰花展一直到4月13号为止。目前玫瑰园花况已经达60%，预计3月下旬将迎来盛开期。邀请国人把握机会，与亲朋好友一起到玫瑰园赏花，感受花团锦簇的浪漫氛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一位健身教练因运动伤害，造成关节疼痛，且反复肿胀积水，甚至让他无法正常上下楼梯。经服药及休息后，却未见改善。之后前往安南医院进行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深达1.1公分的软骨病灶。接受一次性的关节镜软骨植入手术后，恢复健康，目前已回到最爱的健身行业。痛的程度是大概怎么样？连弯都不能弯。痛的程度大概是，你想象一下你，要下楼梯。下楼梯大概做这个弯曲的时候，你会突然没力，然后很酸，就可能会摔倒。
这位体格壮硕，一看就知道是体育人的邱姓健身教练，其实在不久前，他的膝关节软骨因为运动伤害，连正常上下楼梯都是一大问题，让他一度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断送。膝盖去撞击，然后撞击以后发现好像不太舒服，然后中间然后当天打完球要上楼梯回家的时候，发现使不上力，隔天就赶快来医院就诊这样子。积极的休息与服药，邱教练的膝关节肿胀与疼痛还是未见改善，最后来到安南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伯群的门诊，透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深达 1.1 公分的软骨病灶，经过讨论，决定采用一次性膝关节镜软骨术进行治疗。除了软骨受损之外，它在硬骨层有形成一个囊肿，所以那个病灶比较深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一个比较适当的方式来做治疗。刚好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软骨的移植植入非常适合他，所以我们就找一天他比较可以休息的空档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关节镜我们帮他把软骨取一点点出来，做个酵素的处理之后再把这一块的植入物把它放进那个缺损里面。这个伤口大概2个小伤口了，1公分的小伤口，大概2周拆线，拆线之后他陆陆续续回诊做复健跟训练，目前恢复还不错。手术后，邱教练立即展开复健，在术后2个月，邱教练可以开始做深蹲的动作，且未感到疼痛。他本身就是运动专业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去接着后面的训练怎么复健他都很在行所以他等于是个活教材啦。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请他来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从运动保护自己，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就医怎么样治疗。张伯群主任表示，膝关节软骨受损及退化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也是骨科学界致力突破和解决的课题。因为软骨再生能力较其他组织弱，病灶也有可能反复使用而扩大或恶化。如何及时且有效治疗，阻断病灶进展更是至关重要。张主任也呼吁，任何蹲跳运动都要考虑自身体能条件以及是否经过适当的训练，建议由合格专业人士引导，可避免关节或韧带软骨伤害。记者张寿维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